首先一門同樣係贈送面積啦，咁呢一間房都係贈送面積嚟嘅，所以佢嘅收容率非常之高。呢個悠湖花園就係全贈送嘅，7.5個平方喺香港，咁你起碼都要去到200幾萬啦呢個位，包括呢個同樣係全贈送嘅一個位置，咁呢度就已經去咗14個平方啦。Hello， 又同大家見面啦，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，我係一鳴啊。咁上一輯咧就同大家介紹咗怡豐面門嘅細則嘅啦，咁呢一輯咧就同大家去介紹下大則嘅，就119平方同埋128平方嘅，咁就嚟到我哋嘅11棟單位啦。先入嚟睇下成個悠湖大堂先。咁目前咧就係現樓嘅一個狀態啦，咁亦都有啲業主咧係已經收咗樓入住咗嘅啦，同樣係2梯4伙嘅。咁而家我哋就上去同大家去介紹下呢兩個則數，咁同細則嘅有咩區別啊？如果係呢幾個則數，你覺得邊一個則數會啱使啲嘅 ？OK， 上去睇睇。生活喺呢度，你有冇嗰種生活喺公園入邊嗰種感覺？你睇下成個綠植非常之開揚，流近佢又好啦，包括佢嘅成個樹木啦、成個花園啦，非常之企理。嗱，今日就帶大家嚟睇兩套大則嘅。今日呢一套咧119平方嘅入門口睇睇。嗱，119平方，佢同樣佢嘅贈送面積非常之多啊，做到4房2廳2衛，非常之開揚。首先一門同樣係贈送面積啦，咁呢一間房都係贈送面積嚟嘅，所以佢嘅收容率非常之高。嗱，包括佢嘅廚房啦，亦都好通透。咁今日睇呢套咧就119平方嘅，可以睇到包括佢嘅開間啊、設計啊，亦都係非常之靚仔。即係最中意嘅，你翻到屋企就睇到呢個園林綠化，成個人都靜晒落嚟，好舒服嗰種感覺。咁同樣佢呢個設計咧係相對會比較新穎啲，佢同埋呢一間房係打通埋嘅。咁呢度可以做書房又得，嗱，如果係住得人多，亦都可以做多一間房嘅，即係呢度封埋佢又可以。佢呢間房打通咧，你會覺得成間咧係光猛咗好多嘅。OK， 賴皮啦，咁就一定係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咁呢度同樣係做到一間房。咁佢嘅主人間咧就做到係比較大氣啲嘅，套間成個套間落到嚟。同樣每間房都係做到係飄窗位贈送嘅面積。嗱，你可以睇到佢呢一個主人房咧，佢同樣係俾到你270度嘅一個採光面啦，光猛好多。而家係開咗細燈，未開大燈嘅情況之下，呢個主人間。咁呢一套咧就119平方嘅，目前賣緊嘅價位咧就12000幾左右嘅一個價位啦，精裝現樓。咁同樣再帶大家睇翻另外一個則數係128平方嘅，佢嘅贈送面積咧亦都係超過30平方嘅一個贈送面積。咁呢一座咧同樣係2梯2伙嘅。咁睇下呢個 plan 啦，呢個就係128平方嘅。咁佢嘅贈送面積亦都非常之多，可以睇到呢一欄都係贈送面積嚟嘅。啊，首先入到門口呢一個悠湖花園就係全贈送嘅。7.5個平方喺香港，咁你起碼都要去到200幾萬啦呢個位，包括呢個同樣係全贈送嘅一個位置，咁呢度就已經去咗14個平方啦。OK， 睇下呢個客廳夠唔夠大？128平方做到咁大咁闊嘅呢個客廳係嘛？同樣係咁開揚，包括成個露台同樣都係270度嘅一個採光，睇到我哋嘅園林嘅一個景觀啦，咁都係好靚仔、好企理嘅。好清爽，採光又好啊！可以睇到10個人同時用餐都唔係問題啊。雖然佢呢度係擺咗7到8個位啊，但係佢呢個餐廳係非常之夠使嘅啦。同樣係做到南北對流嘅一個採光面。咁呢一個咧，佢係做到開放式嘅廚房，咁佢交樓嘅時候一定係即係呢度係砌埋嘅啊。連個廚房都係270度嘅採光啊！呢度就可以做到雪櫃位啦，後期攞嚟放雪櫃嘅啦。睇翻個房間先，每間房都唔會細。嗱，攝影師俾個鏡頭睇睇，
每間房佢嘅飄窗位都係贈送面積嚟嘅。同埋呢個戶型咧係比較特別啲，佢嘅餐客廳係做到南北對流，咁佢兩間房都係朝南單位嚟嘅。嗱，洗手間啦，包括呢間房亦都唔會細，同樣亦都係睇到遠行景觀咯，唔會覺得好壓抑咯。咁再睇翻個主人間，主人間都係做到好通透，採光面非常之好。我覺得係睇遠能咧，會比樓望樓會舒服咗好多。呢個殺人率就真係夠高咯，成排衣櫃冇話三邊落床位啊，你又做埋梳妝台啦，做埋榻榻米啦，嗰邊成排都係櫃，咁佢呢個主人房仲係咁大氣啊！呢兩套單位咧就兩個大積嘅，就一個係1300尺左右，一個係1500尺左右，咁落到嚟咧都係百零萬，未到200萬啊！咁就首期咧就20零30個，月供4000零蚊。咁呢個位置我哋都知道係成個坦洲最近珠海嘅一個位置啦，最近港珠澳大橋。包括佢樓下就有樓巴車可以直達返到香港。咁上一集我哋就睇到另外兩個示範單位同埋佢嘅交樓標準嘅。咁呢一集咧就俾到大家係兩個大積數嘅。咁對比上一集嘅88平方啦、107平方、109平方，到返而家嘅119平方、128平方，呢5個積數，你覺得邊個積數係比較實用、比較啱使嘅？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或者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或者 call 我、WeChat 我、WhatsApp 我都可以帶大家現場嚟去感受下佢嘅花園啦、位置啦、配套啦、交標啦、實用率啦，成個去同大家詳細嘅去介紹嘅，係啦。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呢兩個積數，有興趣嘅朋友 call 我現場睇樓。咁呢度係今日不設防灣區好房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